C 高胆固醇中马钙，这么还好肢解吧？直觉。看到洞顶。师傅，你要自己担心的哦，你现在只有一样食材而已，连水饺皮都没有。水饺皮没有，多重哦。八体面嘴扁担的，要不要相信我？应该先毛重。谁在这给他赖过了呀？你们都吃完了吗？只就这样子，哎呀，你是唔排在吞落去哦？因为比较大卷嘛。唔过今日呀嘅客家炒肉嘛，冇同样嘛。实在就低。卖关子嘞！还有我们喺住南，所以呢都懂吃大师，懂吃大师。全部看来真嘅冇同样嘅，真的。應該雙腿背以後識到嘅客家炒肉全部就夾挑過。男生冇關啊冇關。你就来同一件。所以我要米酒，人係做得每一道問題嘛。哦，你結賬係沒有加一啲啲嘅方法。一点点，美丽后上电风扇，係嘛？过上河出以河，哎，你系讲两个人吗？啊，你看数字狗澳洲。哎，今天呢，哎，这个不明显的话，你看来挑哪打？哎，这打卡点。哎，有点痛哎，被戳到的。哎，老人讲，今天掺水饺，太厉害。我开灯来小改。哦，要吗？我啦，我好不好？因为这片系金曲金线的歌手，我们超这片系流量之王，真的哇，金本业我们真的是靠他们吃饭了，真的脱他们的光了。哎，收视率打我包票。们就直接加码。要看我经纪人因为咁你就带钱来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 K 黑阿謝林師傅。好，謝林。大家分享到係大范星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戴。小戴師傅好。三號來呢來分享到，你來自苗栗市嘅也嘅係燕霞姐姚秋淑。放羊，就算見到偶像嘞，見到偶像啊，我都只播他的歌，只播他的，我播到你知道嗎？還不應講哦，哎，你係咪對肌肉買想法係哦，怎麼個肚子爆肌嘅夠？他真的很激動，因為我左邊耳膜快破了，快聾了。好，我撒等下嘞，好來小解一下啊哦，厲害嘞，厲害了，來自苗栗大湖，我們這個隨便請台壤票都是破100萬點閱的父子檔劉昭榮、劉繼剛。主男日常，歡迎歡迎！厲害了，太厲害了！紅地生輝啊！雖然係嘅景先嘅名啦，但網絡上就按到懂吃大師係啊，懂吃大师。哎呀，懂吃大師，好，懂吃。今天拜託哦，豆豆調教一下，而且算是第一次看到爸爸本人誒，沒有錄檔過嗎？冇呢。哦，較排泄啦，較排泄。等下真好好留家就大嘴顧一下，先看一下風吹，今日帶來乜嘅好料來老太茶分享。哦，蛇內瓜，新的瓜，乜你做嘅咧？八梅，阿爸未家做嘅，全部卡中咧。去家做嘅新的瓜咧。哇！而且唐公你要蛇內瓜哦，那我不會冇強壯哦。用把木條用。你試看。啊，就是吃個中嘅，佢唔會有曬肉嘅。某些肉嘅啊。係啦，某些肉嘅。唐公處理的鳳蟹沒冇強壯。對。對不對？你之前就經過嘛，該。它甜嘛，沒有就用鹽巴一點糖去滷，然後再放點蒜頭、檸檬，然後一點辣椒。你們有用綠茶來食嘿？哎，這個中呢我就沒有，就冇曬肉嘅，就是黑啦，它偏辣嘅吧？而且會增加一股清香，哎，每不是糖果，用個做法的。對，當然秋叔更不用說啦，哈，佢唔但唱佢嘅作品輸到金銀獎嘅肯定啦，太厲害了。而且唱過客家甜食的主題曲。對，可是會煮菜嗎？還有重量。今天沒有要比唱歌。你剛剛卡了3個世代哦。對面是董事大師。做對啦，好，所以佢今日將會請我阿伯美來。找戰友了哦，撒下來哦，我們看一下攬出來，因為這主男日常哦，大白是分享哦，除了自家煮的東西，還有外面的這個美食。對，曬恩愛真的是我戴墨鏡看的，真的。來，今日帶來買好料。今日太府嘅酒，臭門做嘅酒。去家做嘅嗎？沒。要係用嘅來歷咧。清油釀嘅清油釀嘅臭門做嘅酒。來，乾杯乾杯。哦，這真的是酒哦。啊，不然呢？好玩。要吃口味。真的。對。因為係麥酒，估數你大可樂有7些時間呢。對。給它氣泡，看這個整體嘞。
可是看抖味放在就某 Q 给感觉。对，加个冰块哦，哇，对，就可以直接先下班了。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上，跟爸爸一起来参赛哈，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爸爸？还是受邀的。都有。好，看呀，董浩坤就强下来，有看过 and 嘅有董浩坤。真嘅？有。哦。呀，YouTube 都全部都有标啊。董浩坤，泰國冇看嘅去看。季刚哦，平常时可能都会到名路当个让片走出来，但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现场的主线，可能冇强就没有剪接哦。对。好，唔过呢都要正式开始做料理之前，太清啊先不用强说。Andy 先来进行体育馆嘅暖身 PK 赛咯。用情来挑战，第二关考验用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我通腦筋，還會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哇，你係無愛國人啊，係非常嘅期待哦，因為哈，無論係外邊到名路當個，也係本應寫作歌曲哦，我們這一集都會被人傳唱。沒錯，不是一定要確保畫面好看。對，你忘記講遊戲規則。對，等下哈，又發這個題目哦，第8度有2個係實作題，啊，其他除了考驗大家對客家文化了解啊，還有料理哦，了解就技巧。但是基本上，難易應該是適中的。等下兩組呢，總共答對的題數啊，吼，就代表講廚師做得先幾道紅食材來變化料理。不錯，加油咯！加油！剪刀石頭布，風吹先來選題目。達人看過來。好，冇問題，來看一下題目係乜嘅。哪一種人唔合適來食倡導嘅麻油料理？第一個呢係油城鄉嘅本人家，第二個呢係我是我唔出嘅人，便秘吼，C 係高膽固醇嘅人。係，不一哦，他建議唔可以咁樣寫咯。C，真的？阿妹講 C。C 高膽固醇做乜嘅？哦，哎，還好直覺吧？直覺。聽到都唔掂。有講過嗎？把美女有講過嗎？有。可是不是那個嗎？裡面有個麻油沒懂捏的，有城鄉人咁做的事。我只是懷疑啦。是的。 And 不可以有事哈。哎，加油！叶小姐，你的音量可以開大一點。我幫他轉一下。准他抬掉。哦，好。所以。但是我等於哎。木卡啦，木卡有事的。就木卡嘅時候，幫佢講。好，提一題嘛，你看下，所以答案係。哎，C。你看下全部嘅答案係。其實係 A 哦。接下吼，民主活動3萬讓你兩下提示哈，我猜的啦。哎呀，因為唔單講係有性紅嘅人哦，比如講什麼人啊，生理期，還有吼強過熱後嘅婦人家，因為它的大量陰血流失體的，所以哦本身的身體哦是會凍熱，而且麻油熱後會嚇下上火哦。不過哦麻油唔係唔好哦，佢做啲幫助你嘅腸道健康啊，還有增加消化功能啊，所以家下講哦，唔出了嘅人哦，做啲食對嘅東西，參對麻油，因為麻油有抗氧化、抗發炎、降血脂的作用哦。這樣子哦，不錯，有時候研發看冇便宜啊。嘿，唔怕，第一題聽。對，第一題，藍隊。發發溜溜，發發溜溜，來看下。實作題。好了，等一下呢，我講出做的除去外皮或者是外殼，將做的食的搶出來也係水果。計時30秒，搶開始。香蕉、西瓜。好，繼續往瓜，繼續往瓜。還有令果。令果，令果冇算哦。多嘅。啊。嘅皮外做的其中的是總的是改荔枝。散的。還有榴蓮。最後一個，還有那個百香果。百香果走的，用皮藍水整份。哇！我覺得季剛是需要壓力的。我為什麼要給他提示啊？對啊，他不是藍隊的嗎？是不是因為你是他老婆的粉絲？不是，因為他有100萬流量。哎，真的，他老婆流量更高。我們今天要靠他嗎？那紅隊要絞盡腦汁嗎？好，沒有，沒關係，紅隊選你們想選的。乘風破浪的哥哥嗎？來，看他。實作題，不用題。又是實作題。好，等一下馮
控制内量啥嘛好，拍出一三年，汉时都1分钟当中，用同匙捞下嘅溜丁的皮啊哈，全部捞给太太，安样就算过关呢。马上来送道具喽。好喽，准备好吗？哎，好了，你现在先拿灯斗位，你待会道具，我好马上要倒数哦，只有1分钟哦。 60秒，继续抢开始。好，先要按成体积的哦。好，加油哦。有练习，哎，是这样吗？有。哎，莫切都带。哦，摩切都带，嘿，悄就爱用心去皮。哦。把眉就练够哦。哇，没品从中那个呀，皮肤科吗？对啊，记住来后面，因为皮肤动火吗？不是啊，它是去皮。哦，很好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加油！加油再行，有点太慢了，对，很一般哦，很一般。太慢了。你乘风破浪有点快被浪冲走了。对，很一般。做得到。你一定要养哦，不管虽然秋树有一首歌是天天行，但是我夹带我。加一行。加一行。哎，赶快！8、7、6、说慢一点。 7、这太3、再等一下。 1，好，检查一下，转一下。这样不算过关吗？哎呀，挑战失败。好可惜哦，不然你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鼓励，没关系，但已经很厉害了。哎呀，好，差1分而已，还好。蓝水上先来题，绞尽脑汁。好，绞尽脑汁的可以海喽。师傅，你要自己担心的哦，你现在只有1样食材而已，连水饺皮都没有。水饺皮没有。把体面嘴点淡了，要不要相信我？哦，应该先毛孔。所以啊，这给阿来过的是啊。好，差1分而已，还好。蓝水上先来题，绞尽脑汁。好，绞尽脑汁的可以海喽。下半那种水饺，加个热量最高，A 是饱食水饺，B 是快脆水饺，C 是咖喱鸡肉水饺。 C，这么确定？因为咖喱本身就有很多的热量，跟保鲜本身啊，其实冇按，其实唔爱按油，按皮，係啊，所以唔愛啊。哦，係啊，佢快脆俾空咗，快脆搶菜嘛，快脆搶菜嘛，所以係啊，所以最後係要有咖喱，有道理，所以危險嘢係。 哦，好，志剛，那爸爸的想法強唔強嗎？都嚟 C 都嚟。好，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B，大家都不良嘅題目偏多咧，偏多咧。其實都所有的水餃當中啊，水餃本身的熱量哦是非常的高啊，它本身就是一個熱量炸彈。那麼整個比較起來，它係有地位政策哦。譬如講，剛才講，如果用體積來看啊，因為爆粟米啊本身的體積比韭菜還大啲，所以如果它的豬腳肉分量下多，就代表。這裡沒有寫到豬腳肉啦，它是玉米豬肉水餃。所以咖喱雞肉做啲線散體係因為西昌度係用胸部肉來做。 所以它差了一點點，每一顆呢最高的熱量韭菜水餃啊，差不多係66.4大卡。你看是10粒哦，是差不多600-700大卡。真的，哇，這陷阱哎。對哦，師傅你要自己擔心的哦，你現在只有1樣食材而已，連水餃皮都沒有。水餃皮沒有。好，啥來？那個交個朋友。好，大家來交朋友咯。 好，有關花椒也嘅講法那種唔錯，A 係講做得用來調整也嘅血糖 ，B 係做得治療也嘅皮膚會用 ，C 係做得殺菌除蟲。唔錯嘅哦，唔錯哦。嘅哦。花椒。花椒。花椒。會用花椒嚟醃菜嗎？醃菜啊，會用嗎？卡色，係。 可能係，但是它不一定可以用到要料理地度吧，對不對？它是有關於花椒的用法。對，如果把它轉做韓肉菜來用，對，你就買好過。調節血糖某嗎？嗎？這太難了。對啊，你是學自強的嘛，對不對？看有什麼提示嗎？選不對的。我努力了。
A 是吗？没，我觉得秋叔做音乐的通常会有直觉、有灵感，相信自己，所以你都有个答案係。好啊 A 啊 A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A。保一題。哎，其實哦，咩汞帶血通啦，是降血壓。那發酵木蛋腸做的降血壓，佢做的泵甜，增加你的食欲，還有殺菌除蟲的效果。所以針對你嗰種濕疹啊、皮膚啊、當中異物開啊，你嗰種嘅菌頭啊，都做的泵除到。莫血糖度咪總得咯，因為過度使用花椒做的半夜腸胃啊下刺激，會造成奧利度的菌頭喎。係啦，恭喜風吹首得1分。好，藍翠上先哪一題咧？韓春兩題，你們怎麼知道這一題通常？太簡單。我跟你講，這是這9題裡8題裡面最簡單的，要不要相信我？哦，應該先毛躁。來講一下第二題咯，好，哪一種料理方式最早的保留濕濕頭嘅營養價值 ？A 係講帶殼來煮，用水煮 ；B 係薄殼油泡 ；C 係帶殼切乾煎。都差一點點哦。毛豆有人在這是文乾煎的字遊戲哦，我就提醒你哦，文字的遊戲哦，它細節藏在魔鬼中哦。哦，那先 A。做乜嘅？平常個溫度太高嘅營養價值都掉退啦。哦， A 應該係做的用30做的度來蒸不吃， 30度濕泡一下就冷泡，舒肥是舒不是？肥，啊。毛豆又應那類舒肥做得啦，做得啦。哦，但是有它的道理在，對我看它正確嘅答案係，哦，其實係大學早愛用煎哦。係啊，其實兩批係為當你準備嘅，因為我聽講你要到日本大概10年左右。日本有人家線上啊，佢表示講哦，水煮狗還有它的維生素 B 還有維生素 C 哦，因為流失體咯最少有50% 都是唔健體咧，所以建議大家大學來煎，做得保留最多水溶性嘅維生素。不過以前也不用擔心，因為你現在兩組是平分，就是等一下摸後加先。油啊！加油啊！兩題馮翠有選哪一題咧？突然好想你。就是不選這個。哎，什麼？來看咯，好。有綠頭南模呀情況嘅人，應該會盡量陌生哪一種食物 ？A 係啊嘅生蠔 ，B 係芥辣 ，C 係辣椒誒。C 吧。你們想要選，其實你可以開一點音量，葉小姐。它的 C 是氣音呢，蠻有道理的，蠻有道理。痛刺激，痛辣的，痛辣。好，用這樣直白的想法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C。這題送分題啊。係啦，好食辣嘅朋友請記得注意了哦，因為接觸食辛辣食物哦，佢會刺激神經，引起你嘅身體內個不燃哦，尤其係末端的神經啊，譬如講毛囊，所以哦，好食辣嘅人哦，嘅頭腦膜動容易會提前入到休止期。假設我上頭腦膜嘅人用假設咧，多多攝取足夠的蛋白質，譬如講該下選項芥蘭、生蠔都係非常優質嘅卵白質哦。終究這一題還是要給你面對一下，做的。深呼吸哦。哦，好來。好，客家人兒講到哦，大石嘅肚到大鐵嘅，係講乜嘅 ？A 係講硬碰硬 ，B 係講破釜沉舟 ，C 係惺惺相惜。係咩凍簡單？唔談過冇？大石嘅肚到大鐵嘅，大概大概嘅哦。你要 call out 你老婆嗎？他說不定這一句客語諺語他會哦。你說這麼字面嗎？對。嘅大鐵嘅 C 啊。好哦。你是在賽另外一隻 B 啊。他是要試，他有去測試的，他測試的。啱對啱嚟。哦，啱對啱。好，確定。確定。反而電腦機都冇上去冇。你唔知哦。私用來啲哦。好。A 做的。啱對啱。你冇講哦，正確嘅答案係恭喜就係 A。現在什麼惺惺相惜，我就問你，哎，季剛啊，你跟你老婆
打沙给肚都打天哎呀了，，沙可能吧懂辛苦啊。哎呀，天没硬啊，所以打沙盖哦，肚都打天盖嘛盖，硬肚硬啊，硬碰硬啊。来，用底下让锤。吓死我们了。对啊，小鱼啊，这很阿来过嘞，对是啊啊。2组啊都是2分，好，地红写出来点盘呐，够用，够用。还买。那就上。这个是什么皮啊？这全麦皮，哦，全麦软皮啊。软皮咩？全麦皮用蛋饼皮用的，手擀哦皮，手擀的皮。还有凉红、来，暗挂、唔该，水妹一红。来，放水掉。对，配色，皮配色，好。煎蛋饼啦哦。系啦。冇乱啊，蛋。好了，泰卡妹做的胸块死波妞的周边发了，马上来看哦。师傅上菜了。好的，水杯面呢，真嘅有老给就兜准了。好的水多就会单吃暗挂。错，好，啊，给妹有上好菜有吗了？有了。马盖。米浆暗瓜的嘅，蜜浆没有抽到米浆暗哦。瓜的啊，你地度，你地度，你地度。好，控到地板。卤卤米浆卤的，米浆卤的暗瓜的。哎呀，用蜜浆卤哎，俺乖哦。嘿，你用米浆卤那算的，厉害，你选这个算等于选到2个。对你下次多腌几个，就算你10种食材好。系嘛？哈，米浆你暗瓜的这个做的，我狗用我上先冰落去煎，安尼小可压压的，当冰蒜头落去，蒜头2千码，2千码，比颜色瞧瞧了，你唔是3日头的呢？哦，系了煮汁，卤腌卤果汁的暗布，按牛做车要吃哈。做得出家食的。啊，还没已经有暗挂嘞，跟牛是不是先入口嘞？嘿，唔是卤果我出家炒，刚刚我们刚会煮啊？暗瓜的老煮肉炒过的，不是，你看跟我一样，俺乖卤刚要先煮。哦，卤果汁的暗布，米浆老米酒放下煮过糖，不用拿也不用弄去嘿鸡嘛。嘿，哦，这样听懂。俺台湾的猪牛哦。嘿，摸啦摸。之前跟妹有瓜子肉水饺也是掀起一波热潮啊。对。我现用的瓜哎，你係月瓜做嘅，月瓜。小黃瓜做沒做得，蛇黃瓜沒做得，太挑嘅。嘛該瓜。越南的越，哦。越南網路有啦，越瓜俺點落就有嘅。哦。兩個用手呀，木頭做學嘅做學，哦。學邊樣？所以等下還有寶州有啲是用手卷按鈕嗎？嘿，然後蒜頭用落去。哎，雪玲姐，記得下哦，嘅豬肉蛋會輕易薄片係啊。有啊，送一百。對。我用胡椒粉。胡椒來，貴罐半衣。很貴，有用胡椒粉嗎？有哦。有嘅辣粉呀啦，生辣粉啊。哦。米酒啊。嘿，唔是。啊，哎，一啲啲湯。湯。調油湯。調酒。所以雪玲姐這樣妹做不用溫做鹹菜。做得。啊，剩下落的水末。唔是嘅，唔是。也細細的。嗆一下。哇，牛就做這崩班的呀。嘿，安尼做做棒棒啊，做咧，然後安尼薄嘅面皮的全麥皮的路吼。其實我本來想講我放了冰凍死嘅，結果冇。哇！洗體甜，冇很多東我西。本來想冰卵啊，吼。哦，加上卵。誒，加上卵咯嘅木米啊，木米佢要嘅全部切，嘅要沒關係，我們預算不夠。其實攀檔死窮油，就是來賓答題數不夠。嘿，我們這一天可以從蘇西安的嗎？嘿。好，今日是些有技巧的注意嗎？來嘅下半機叫做下輕。壽司的概念。嘿。剛剛蹦嘛該是較好的，因為有我們參賽者指定 whisky。係嗎？係啦，一磅麥就說下好啦。你講我 whisky 佢唔好香啊。哦，啊，關於長期是 whisky 啦，很幾多錢啊？香綠哎。你們都吃完了嗎？只剩下我嗎？嘿啊，你是唔盤在吞落去啊？因為比較大卷嘛。唔過今妹呀嘅客家炒牛嘛，冇聽用冇。是的就對。賣關子嘞！哎呀，我們喺住南，歡迎來到懂吃大師，懂吃大師。剛剛蹦嘛該是較好的，因為有我們參賽者指定 whisky。係嗎？係啦，一磅麥就說下你好啦。講我 whisky 佢唔好香啊。哦，啊，關於長期是 whisky 啦，很幾多錢啊？香綠哎。還沒香柳呢。香綠呀。
恐怖片哦。第啊，那就哇，切安用切下好看啊。嘿，较好看呐，没切起来还唔会。有感觉哦。可不可以加演习啊？做得啦，加香菜是做在加剃头粉香下。对啊。那家这呢全麦皮哈，唔是用油，因为它本身就有油的。红红啊就好。好好喺烧住就得爆的。哇，那量做到安正准的哦。差不多就安尼。你爆了皮吼，你就当注意了，安尼锵锵的来对对的，安尼其实么扎实啊。而且个地北都的料哦，总得调到水系吗？嘿，我湿贴，会烂湿贴。贴啦，会烂贴，皮会烂贴。希望这道料理有机会出现在主男日常2.0版本。这在施压吗？对，一个情绪勒索的概念。然后因为问艾比讲，乜该他夹出来吃到好吃是，他就说是鸡缸。对，他搞谁来演？对。哦，莫打手。嘿，木打伤，你看有点绿绿的就很漂亮。我管因为显风吹头很嘿，很酱色。好，米酱暗挂咸，按钮去后塞喽。第一食材做的走出安阳烟，这有劳各位了。来来来，睇下非常困难。用筷也是用手啊，拢做得。用手还夹。爸爸，我威士忌哦，我威士忌哦，哦，刚才讲这个母木熊哦，那个暗挂动力很对不对？对，那是灵魂。含米抓起，就还米都超出冲出。超子。鸡缸只有娘版的。董后生的，董熊。董后生的。董后生。变日本的。董后生的。燕霞姐，好吃好吃。紧张会变成国语，对，知道。很多人他在那边吃到光，时间光发。这挺好吃，它感觉是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它有好多哦。招荣哥哦，苹果冻豆的回收啊，跟许多冻豆的美食，他可以夸奖成这样，厉害，谢谢。太幸福了。真的，你们都吃完了吗？只就这样讲，嘿啊，你是唔盘在吞落去啊？因为比较大卷嘛。我刚挑这些分数，让大家复习一下，平手对不对？2-2，所以等于说。比赛俩下正式长得开始。冇錯，睇㗎，變起來，誰來演變起來？用葱誒，用葱一個，也係用那個網絡流量，變到一直葱誒。馬上來進行最尾一關嘅挑戰。做下點功夫，千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錄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。本人食到被前面咯，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來到最尾一關呢，呢頭前呢係平手，副手呢請緊走哦。先嚟問一下馮翠帶來嘅料理，我都媽名客家炒肉。哦，哎，這個敢拿出客家炒肉嚟比賽，人真勁係。有價值，有笨蛋的你，有笨蛋。謝謝你幫我轉的評。對，錯啊！唔過見每日嘅客家炒肉嘛，冇用冇。說得就對。賣關子嘞。OK。好，可以來呢就要用嘅老豬肉，當傳統嘅味道。經典。啱過當場要餅糖嘅嘛計。誒，看到咧，你下個嚟看一下。冇用哦。老太下個要星星冇。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撒下了哟，来非常的期待，总算看到主男日常一家之主版，来给你带来一个菜名按到韩中肉意大利面，谢谢各吧各位，而且这个是纪刚哦特别研发的稀客合璧，这样怎样用狗毛？因为只有稀客长有在写的。稀客。初料用的系ham猪肉。意大利面算是你本身擅长的西式料理吗？嘿，我平常做勇士差不多。哦，基里勇改哈，父子同心要联手，要拿下总冠军，好不好？好，非常期待哦！最末一关又醒醒吗？
有，加油加油！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。马上开始。想看一下我很期待燕霞姐呢。你先切。燕小姐专业，先用猪油来煸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你总算等到给主冲嘞，它的主场来了。这个煸猪油啊，大家也不是不知道，我非常喜欢。它很精挑细选哦。这个是关于猪油的部分。那秋叔今日怎么个想要涂人家把眉强下来？其实按摩卡猪班青红色的，真的哦，真顶。皮肤抗阴眼通的。他们家很团结，每次只要演出，他们家是，你知道，爸爸、阿游览车妈，他是到董燕那都不来哦，哇，整团一起 Q 阿婆没会疼的，阿婆没会疼的，他一排做拖阿婆 Q 他来比赛啊，哦，做对的，做对哦，还用跟我样式跟变。你这样有办法不要注意？这个吗？里面要油呀，按用啵啵啵啵啵。没关系，你就不要变。OK。你先摸停从几张会变出油。好。可是真金干拿出他搞超牛的比赛，真的实力相当。而且要在我们雪梨阿姐面挑战。真的。那你油唔会冲到哈？唔会，我比你有看过嘞。看过。叫人没有你的客家炒牛目标都有关。嘿。你咧冇？你刚刚高多转来哦。好，好，加油哦。好，好，我变到哦，哈。来嘞，来嘞。来宾，有什么开场吗？有，他们有开场。你不是有开场吗？来，对我们1号机来一下。来。大家好，我係祝南，歡迎來到懂吃大師，懂吃大師。掌聲歡迎！哎，你自己錄的時候都不會這樣免風風呢？啊，冇啊，我師兄懂吃大師的，讓 Ivy 窮下啦。對，對不對？對啦，有個心靈支持。哎，求婚影片又你馬一摸口狗，全巴黎人都知道他們求婚了。哎呀，那個飛不一當機安都天堂。哎呀，懂洋葱。後在事前有讓他講，希望會發温用啊。冇啊，講到真係講已經要結婚啦。恭喜！哎，唐公伊本咱係學就是飯店管理是用慣的，酒店管理、飯店管理。這係我嘅主業，平常嘅工作係啊。哦。然後係因為嘛個事情所以轉來台灣。疫情。小偷不妙哎，真正的原因小偷不妙哎，講乜嘅疫情？哎美，請問一下嘛，聊正經的，聊正經。都用係乜嘅？不要再聊。也係集中，也係嘅香菇嘅調油，啊，你用在係橄欖油，唔同用啊。我講嘅香味冇講。一個是粗榨橄欖油，對，它不是高。它貴嘅啦。對，按你講。你講乜係簡單啊？係講係簡單。哎呀，冇用按懂。不過雪超有招榮哥是專家，對原物料的原物料看有點研究。你專門嚟調價？沒有，我做打工了。去欣賞啦，搞書嘅時間。水滾呢？哦，你係搞書嘅？對對對。還喜歡跟我講師。哦。先幫你搞我們料理嘅部分。看天師哦，該不會是17台的一家之主？因為我們也做7年了，那時候你還小啊。係啊。好，要我們先過去，幫你大家過都進來哦。哦。很澎湃哦。哇。哎，比對，所以不用一直翻，寶貝。對對。爸們很愛用硬邊。秋叔，應該用西哦，怎麼開始用講愛做客家的原創專輯？可以啊。脫胎後嘅時節張上到，哎呦，苗栗。糖合巴糖按度啲台北土樹，沙冇聲音，我講合巴，有音就上去衝坤啊，客家歌很用嘅。那就會有新一張專輯嘅，2026年，明年，確定哦，因為每個歌手都跟我說明年。明年。對啊，然後因為明年初跟明年比差很多。哦，我開始就因為很多有搶來去咁樣當中醫嘅歌手。對，很多對吧？對，葱誒，沒有葱它，它係在為細個會當放，拍嘅，哦，你冇看真嘅冇用嘅，真的，應該雙腿背以後食到嘅客家葱油全部就加挑過，顏色冇關，你就來同米酒，不是我要米酒，米酒啲啊，冰糖也放了，米酒放了，對，你們為什麼要放扁桶啊？
粉紅薑落去就唔會安尼死鹹，然後就會較稠啦。你剛按都點酒，对，你剛剛酒是酒過三巡。对啊，到到底身體軟度。安尼較醬軟啦。哦，因為有魚較硬咩？唔過方面要演出名的血統嘛，當然都講係當場有吧演出。係啊，唔係。太難出，應該最少有128%。我有錯。好啦，呢個差唔多誒，好，可以看下嘅頭邊老闆。聽聽那行哦哇，現在這個厲害了。我爸爸在用切刀厲害耶，切刀，掐斗，对，掐斗。這個國畫大師你。看他那個姿勢就是不一樣，對，就是型男啊，對啊，裝點是星座。哎，志剛，你也喊住喵哦，那我不會強溶也冇強溶，你自己有加一些什麼東西嗎？我迄邊牛龜粉，還有甘草粉，還有腐椒的煙燻過的鹽巴。就很多厲害哦，但係一般嚟講甜甜。很花俏，哎，問一下志剛，可能顏色比他誰的還有上。他比我黑啊，但是他的客家話，既然提供日本按九日後，你轉來下不喊凍溜溜的。係啊，我從這阿婆人來講，阿波懂重要。阿婆人當然土台嘅。係啊。不然就是你用東亞頻道地度豆豆燒嘅客家料理啊，啊，你明愛煮雞球啊？呀，哈煮蛋都水，全部是這，主要係叫餡係嗎？嘿，面不你線。你頭你去做嘅，人佢睇有咁嘅東西啊，做加別嘅係嘛？邊個煮料？係啊，還有酸嘅米頭，還有嘅香菇嘅調油，哦，炒完之後是調味嗎？還是調味已經？炒完就好了。好，你等下燙先到睇住扮係之味，等下會去照誒。火唔辣太，好一點都唔辣太，所以你原本期望的是收乾的，它會收乾的，係啊。好，好，等下過到進來好，啊，歡迎選擇來。人家做得每一道問題嘛，哦，人家將係沒有加一點點的蜂糖，一點點，一絲的。出來，我講緊咩事？貴州傳統嘅梅，有番嘛？哦，講到重點了。所以你原本期望的是收乾的，它會收乾的，係啊。好，好，等下過到進來好，啊歡，迎選擇來。跳舞。哇，人家 steak 是炒嘞，其實這個，哇，那個水，哦，那個酒，嘿，金美水哦那。個酒，很香哦。你給客家炒牛，秋叔沒有想要寫一首客家炒牛嗎？對啊，阿婆雞，阿婆嘅客家炒肉，而且哦，你黑下來過後，你阿婆一定會唱。尤其會唱天天咧嚇。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張客語專輯？你覺得前後堂一聽愛堂必聽歌曲？你去電路吧，因為我嘅體重酸血釀很多電路，啊，因為係親民藝術嘅歌曲嘅名咧。然後電路係一種希望係為本大家帶來一個盼望的感覺，因為我嘅歌詞有衝到啲那位講好本來電路，賣人本來因為都暗嘅能量，就是它是有中文的反義嘅意思，然後客家嘅意思，寓意有兩層。呀，我很喜歡那種就是文字上雙關。對。剛要吃米頭麼？吃公，我你去給他吃。愛吃啊，也得吃。你愛先吃一個導演黑你吃嘍。哇，試吃更美嘞哦。做對，做對，韓國冇，韓國勾一下嘛。好，唔是，那是吃什麼？做對。做對。那阿婆的米絲強用，阿爸買個米線。阿爸每個米絲較厚，很較厚。好，剛才你過嚟看一下南吹咯。好。哇，雖然講起來哦，係意大利麵，唔給人家算係功夫菜呢。真的要等蠻久時間。嗯，因為前面還要加有個鹹豬肉，對。哦，這一定很好吃。可以加個魚子醬嗎？可以，這邊有帶。真的哦。啊，不用比過來。哇，哎，可以來整件當好食。凍蝦哦。重點是佢還有落客家結椒。對，客家的進軍摸木梯啦。好啦，我們差不多了啦，好，要去倒數了。等一下擺盤咪會擺到凍醬哦。對，法式的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
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试试看啊，最杯面一罐，咱唔卡米是卡沾到咯。来本世界嘅掌聲鼓勵。哇！來咧，其實亞兩盤菜啊，都有客家最傳統嘅元素，客家進前啊，客家炒肉啊，客家鹹豬肉。錯啊，風水先來。先來說你風水嘅料理哦，天天嚟食咯哈。我講嘅米絲，非常傳統嘅梅。而且就是你的豬油又比較多，這一步很重要。一邊一邊。你路邊頭要正餐呢，而家要講些以外，它點頭以外，前面唔愛按用吃這邊好。婆婆教的。張宏哥，你應該是美食專家，你說用版的。連個蟲咧嚇就厭味，有啲人臭咗個蟲咧唔好厭味，唔知做啥啥。係啊，臭咗之後，而且時間拄好。係。志剛知道咧。董生呢？蠻仔細。有翻喎。哦，講到重點咧。重點。你見唔可以當酒。對。最杯面煮當酒，要加當到米酒哎。哇，好吃哦！我要真的好吃。好，大家吼吞下，吼，在地位吼，先下強強利利，因為沙地下咯，感覺下咱最大來一個也鹹豬肉意大利麵，而且是有幾種哦，有蠻好食。鹹豬肉都當當好哎，然後鹹豬肉有一個特別的香氣。他說那個有個煙燻的那個蚶啊，一個咩東西拌的蚶？還煙燻過嘅羊。跟結醬，對，都好深哎。很特別，真的很好吃。你開創了一個先例，客西合璧。客西料理。好，面條煎2:2，對不對？평壽非常敬重的西條愛倒了，倒在最尾選擇我用版的稍稍來看。好咯，都係神之寶興用版嘅正言黨建狀，主人呢來講嘅話，正言黨難評出來啊，風吹搶本地書。滿分。然後你用咱們平手就會有素養。哇，咱最阿不是只有這兩種嗎？哎，對呀。有點怪怪。見證奇蹟的西條愛倒咧，看一下咱最得到幾多分？滿分。雙冠軍。今日去客家炒肉安尼炒出來麵食係叫沒有切家不卡的麵食，實在正經講當豆答啦。雖然有下鹹一啲啲咧，咁我加個鹹唔係死鹹，啲用個變湯變落去嘅鹹土，所以講我就話俾滿分。係，謝謝。我當意外講嘅結醬做得老嘅黑胡椒、鹹豬肉搭配起來，好食咧。人家做得冇乜問題嘛。哦，你結醬係咪要加一啲啲嘅紅糖？一點點，一些。哇，小來，真嘅，恭喜兩歲，好厲害發現到那小小細節哦。師傅真嘅。小戴師傅。哦，嚟客家炒肉其實全台灣客人所地方啊，全有動作做法啦。佢我嘅滿分，佢個醬香味又出來，酒的梅頭啊，個有氣的梅頭又出來，怎麼組合可以肯定一家，那個重點又出來是有分數。咱推兩片呢，其實有一點危險，那個危險，應該蛇盤春條老的個結醬，你鬧工作人員講會老的嗎？係啊，又就順來。冇老的味吼，咁你試落會重油，吼，因為你加兩種油，老個嘅鮮豬肉去加本身嘅油，所以試落袂重油，加個嘅結醬就順條，混起來就下雪，個油膩就被減掉了，所以那個就是畫龍點睛啦。哇！今天這集呢，真嘅係太精彩，不過喺傳統嘅料理，也係講也傳統加係形式嘅變化，都看到佢兩組呢食本呢有自家本地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掌聲鼓勵！恭喜！哇！今日當難得又多再看到兩組呢都係人哋嘅冠軍。
馮翠老淡水都係得到8分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，7秒。好，禮拜哦，咱最咪係總冠軍哦，得到係1500塊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好啦，今日按聽，先來問一下秋叔，係第一擺老北美向我上節目嘛？第一擺。也係嘅，因為包括頭前的準備啊，都讓下今日嘅錄影，幾個場心得，老大家分享一下，好冇？什麼客家電視台？因為也係嗌第一擺老嗌嘅北美向下上節目，嗌用向下料理嘅時間，嗌爭啲哦，人哋客家菜用唔簡單，如果當好聲又要學起來，還是這北美。紫色的是。今下北美第一擺參加心得，貼片對苗栗來哦，叫雙牙連沙，老大家分享一下心得。按紫色感謝主持人。唔使緊張，我講天一擺來你就唔會緊張。按紫色。我再講來。紫色。通常冇人來啊。按紫色，40個有來。係啊，但學妹呢？對呀。好，恭喜哦，按紫色。好，撒下來志剛，今日來參加比賽，感想，老大家分享一下。東方喜今年做來到呀，真好看嘅料理節目，特別是當好食嘅客家料理。每當久冇啦，爸爸鄉下煮菜，咁啊安尼講客家。而且今天全程有心愛的人陪同，我看，哎呦，有多咁樣曬啊，咚雕，哦，很幸福呢。係啊，係啊。哇，航班假使要機會，老 Ivy 盡咗客家心 Q，未做得講客，向下來上節目，做得，有這個榮幸嗎？做得，基本上做起做，可以講客家。好啊，而且我也自己，嘿，好，可以是，做得。昭榮哥，嘿，今日有咩感想呢？今日兩三大感想哦。ที่來到當地講，哦，原來我一隻節目做好，我要當強嘅主持人，冇啱都唔點樣繼續下去。結果一主持人，一個講一個出到，先寫出來，所以我想感謝兩個主持人。按紫色，你沒做得到。係啊，比你還差動豆啦，他們那個有強加吼，請製作單位聯絡昭榮哥，我會補強。對我真發現講，人的選嘛吼，出到暗啲，實在當一啲的客風味，實在一啲的講油啊樣嘅去，我才知道哦，原來我煮菜哦，冇點選嘛呢。我從兩下嚟上做的啊，第三我感謝咁樣向下來嘅兩位啦，因為來到誒，大家做個講銷，就出到吸買建造，也感謝一個節目本來的，有一個機會。哇，沒有感謝昭榮哥讓民主嘅這種 ending 都講聽咧，講到非常反轉，感謝大家。唔錯。什麼？今日真係什麼太刺激，因為太刺激呢，都刺激嘅方面都要按樣按專業，要願意來到節目當中分享人嘅料理，你會發現到不管人家事業哦，都拿到位嘅成果，食飯係最做得牽起人心嘅一件事情。係啊，大家都非常優秀啊！共通嘅點就係大家都係客家人，客家人就係自家人，歡迎所有嘅自家人強下來報名參加哦！一家之主等你強下來報名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掌聲了。